約聽40幾年嘅60幾歲女士今日到來我們辦事處尋找聽力方案。女士最近幾年聽力變得很差，找不到合適的助聽器。女士現在用緊一個1萬多元的骨傳導助聽器，女士覺得效果不好。替女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女士耳骨發育不全，導致聽力下降，左右耳極重度弱聽。給女士試用我們的24通道 ReadPro AI 專業助聽器，女士馬上聽到人聲。外出到繁忙嘅紅綠燈口試機，24通道 ReadPro AI 專業助聽器，噪音抑制效果良好，人聲非常清晰。用女士的骨傳導助聽器是沒辦法在街上交談的，但用我們這款24通道 ReadPro AI 專業助聽器，跟女士交談則沒有問題。女士馬上決定購買我們這款24通道 ReadPro A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女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能夠重拾交談的樂趣，生活變得有趣味。